一书书到底，二书白发齐眉，三书子孙满堂。哎呀，今天是你们妹妹大喜的日子，都给我高兴点。冉冉，娘也不知道这样做，你是不是就能远离危险了？娘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平平安安。孩子他娘，朗儿啊，今天终于要成亲了。你也可以瞑目了。我老秦不好，生前没能好好对你，让你一个人为这个家辛苦操持。如今朗儿成亲，我老秦也可以松口气了。你呀，也跟着高兴高兴。朗儿啊，小冉冉是为父亲自为你挑选的媳妇儿，我知道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你们交往得非常密切。看着你对小冉冉这么用心的样子，为父甚感欣慰。这以后啊，咱老秦家也是有女眷的人家了。这以后里里外外都需要小冉冉来打点，她一定会非常辛苦。你呢，今后要好好对她才是。孩儿会的。这就好。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她，我绝不饶你。是。好了好了，我也不多说了，你赶紧去接小冉冉回来拜堂成亲吧。啊，这一天啊，终于等到了。赶紧去吧。是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自己待一会儿。也好，我们都先出去吧。走。在你心里，究竟是谁？是苏冉冉，还是月影的替代品？不行，我不能这样，我不可以这样。冉冉。冉冉，冉冉，是娘啊！冉冉，娘，快进来。
让为娘好好看看你。希望娘没有看错人，相信秦朗会给你幸福。冉冉，你爹跟我一直都向上天祈祷，能生个女儿。可娘啊，生了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的，这才终于生下了你。娘就是害怕这么做是不是错了？娘，你放心，冉冉一定会幸福的。苏冉冉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秦朗的妻子了，你就不能再想别人了。吉时快到了，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呀？双儿、平儿，你们出去看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。爹，对不起。媳妇儿啊，要是你在，你一定会喜欢小冉冉的。可惜你走了，喝不上这媳妇儿茶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少爷他不知去向了。什么？慢着！华初阳，怎么了？我女儿的幸福全毁在你手里了。娘亲，我再也不让我妹妹嫁人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？秦朗这小子，气死我！你闭嘴！伤心都不让人家哭啊！好好想想怎么办吧。我不想，我什么都不想想，我要让冉冉一辈子，我不让她嫁人。初阳啊，老苏，我老秦家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小冉冉呐。初阳，老苏，我老秦家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小冉冉呐。老秦，这件事我们慢慢商议。娘，妹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您一点都不关心吗？娘，你让我把秦朗那小子抓来揍一顿。别冲动，娘，咱们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对，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。老秦，你先坐下。还不给我下去！我要不要回太乙山啊？我这正高兴在家，等着儿子带小冉冉回来喝媳妇儿茶呢，没想到这小子，哎呀！你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秦朗突然……我也不知道这小子怎么会这样啊！我把他身边的人都打了个遍，才知道这小子昨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。
或许他是觉得还没有替他哥哥报仇，还不想成婚呢。此事闹得人尽皆知，我们家冉冉今后可怎么出门见人呢？初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给小冉冉一个交代。娘，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干什么啊？一惊一乍的。妹妹她他怎么他怎么了？妹妹她离家出走了。什么？爹爹、娘亲、哥哥们，冉冉走了。这次下山回家出了太多事情，你们为冉冉操碎了心，冉冉对不住你们。你们不用担心冉冉，冉冉去找秦朗了。希望你们不要怪罪秦朗，秦朗他是一个好人。冉冉留。哎呀，这天儿一个人走就罢了，好歹有老三跟着。这冉冉她一个人走了，你说这她万一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？派人去找。来，过来，走，过来，让，我看看，哎，爹爹、娘亲，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可是我实在不能待在家里，让你们天天哄我开心了。无量天尊，贫道已寻找苏冉冉原主多时，总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。这位道长，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啊？也许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姓苏的？自然是缘分。苏冉冉原主，且随贫道去吧。啊，缘道长，去来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哎呀，这都急死我了！这都多久了？你说天儿跟泽儿去也就好了，好歹是正事儿，怎么冉冉她也跑去？罢了，让他一个人在外面吃点苦也好，叫他们别搜了。这天儿我倒是不担心，自小聪明，反应快，又有谋略，不还有老三跟着他吗？你这一说，我更着急了。跟天儿一比，我们家冉冉她就是个小笨蛋嘛。哎，这急死我这个老爹了！她可是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女儿啊。男儿谋略高人一等，简儿心细如发。让他们即刻动身去追冉冉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这道长到底是谁啊？怎么这么厉害，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？你就别想着逃跑了，你的轻功连萧慕尘都不如，在我面前就不必施展了。道长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你为什么会带我来这儿呢？还有，你怎么会认识我二师兄啊？贫道敬辞。敬辞？哪个敬辞？不会是传说中那个，仙人无赦的师姐吧？道长，那你为什么要抓我啊？当然是下扬州了。你要找的人，我要找的人，他们都会在那里。道长，可是你怎么认识我二师兄的呢？这个嘛，因为3文钱。3文钱？
不错不错，至少有3文钱够买3个包子，也够活1天了。阁下可是净慈道长？照净慈合适。月亮花也罢，看在这3文钱的份上，我就给你吧。不是，就这样？就这样。这3文钱的月亮花，我二师兄守护了快3年了。他愿意。这些，老七，你不会是想把这些东西全带着吧？哎呀，你们都不懂妹妹的心思。你看，这个是妹妹平时用的胭脂，还有那里面全都是妹妹的首饰，这些必须都得带上。行了行了，咱们这次长途跋涉，这些没有必要的东西就不要带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可是我特意给妹妹求的护身符，这个你得拿着，快拿着。哎，五哥，还有我这个。这个里面可都是冉冉喜欢吃的，我这是早上临时做的，你得把这个带走。老五，这是我挑选的应急药材，这个一定要带上啊！你，还有，这是我给妹妹带的盘缠，这些都是。哎，五哥，都拿上，都拿上啊！对，都拿上，都拿上。七哥，这些都是我们给妹妹特地准备的，一定要全部带上。你以前上太乙山，不也总是给她往山上送吗？还有，你们找到了妹妹，一定要让她每天都给家里写封家书。大家说的对，都带上吧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东西你们都留下吧。老五哥，五哥，你等等啊！什么都不带，吃的还没装呢。月影。日轩，你醒了，伤好点了吗？你去哪儿？我要去找他。如果没有9瓣灵芝，我就跟他一起死。你醒醒吧，日轩。她已嫁作人妇，就算死了，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一切都晚了，一切都晚了，日轩。她已经是秦朗的妻子了。日轩，忘掉她吧。我们离开这里，离开岳灵宫，离开是是非非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我为你做饭，为你织衣，为你生儿育女。让我们重新开始吧。就算重新开始，也是我跟他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日轩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都已经嫁人了，只有我才是爱你的。你等我，等我把摄魂大法练成，你就能爱我了。你一定可以爱我的。对，我
不能放弃，不能放弃，不能！逝水红颜，这些人昔日视你为主，为你赴汤蹈火，你竟然杀了他们！赴汤蹈火？我被你们囚禁的时候，也没见他们舍身救我呀。我为什么不能杀了他们？我绝不会让你出去为非作歹。绝不会。你行吗？你连他的七绝都没学会，你怎么可能杀得了我？不过，你跟他真是不一样。他在你们眼里是个仙人，可是在我这儿是个绝情绝义的男人。不过你不一样，你情根深重。你们师徒真是不同。这副身躯被你们囚禁久了，我应该找一件新衣裳穿穿。哦，我刚刚杀了一个人，他手上有一封密信，好像是给你的。那这封密信上写的是你的小东西被晋祠带走了。玉莹，去扬州？你说我要不要也去扬州啊？顺便看一看我的新衣裳，看看它合不合我的意。他注定只能跟我一样，你无法强求。道长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我走吧！啊！当然不可以。啊！你必须跟我下扬州。哎，吴哥，这个道姑从哪儿来的？小声点儿，你难道想人家听到吗？我们好不容易才跟上他们的。这个道姑可真够狡猾的，明知道我们在后面跟着她，却连番几次想要甩我们。要是我和她正面遇上，哼，肯定打得她满地找牙。我觉得满地找牙的，应该是你吧？说什么呢？你说这道姑要带妹妹去哪儿啊？她天天就这么走着，也不知道妹妹受得了受不了。她对妹妹并无恶意，我们权且跟着，随机应变吧。小二，小二，你回来啦？怎么样？下山这么久，有没有什么收获啊？那小师妹的红颜毒呢？有没有什么进展？那你到底见着小师妹没有？她不是被迫嫁人了吗？嫁了吗？应该没有嫁吧？以小师妹的性格，她应该会逃婚吧？哎，小二，我们要不要下山去等她？不然她那些奇奇怪怪的哥哥追过来，我们也好有个照应啊！啊，哎，小二。
若不是你，我就不会成为现在的我。青天，你为什么不告而别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知不知道我很……哎呀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只是你突然走了，我才发现我连你住哪儿都不知道，我要到哪里才能找到你？所以我才着急的。我可能语气有点重，对不起啊。姚斌，你可有心爱之人？心爱之人？太乙山这群货，谁敢喜欢我呀？我爱上了一个人，可他却爱着别人。爱情是有先来后到的。我总是在想，如果我先遇到他，被爱的那个人会不会是我？可是如果没有他，或许我就不会遇到他。所以我不知道是该感激他，还是该恨他。青天，你都把我给说糊涂了。我只想待在他的身边，可是他心里只有他一人，哪怕一点点角落都不曾留给我。姚斌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做才能让他看我一眼？青天，既然他不爱你，那你也不要爱他了呀。他住在我心里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去把他给抢过来。你这么好，又聪明，又体贴，又善良，又温柔，他不喜欢你，一定是瞎了眼了。不过他瞎了也没有关系，咱们去给他提提醒就好啦。姚斌，有一天，你也会遇到那个人。我不敢想象，到时候的你会是怎么样的。我也不敢想象到时候我会是什么样子，啊，也不知道能娶我杜瑶冰的男人会长什么鬼样。不过以我的为人，找的男的应该不会太差吧？你觉得呢？姚斌，我真羡慕你。羡慕我？我有什么好羡慕的？莫非是因为我肤白貌美、大长腿？还是我没皮没脸没烦恼啊？你别光笑不说呀，说到底哪个？哎呀，你别笑了。好，可是你还在笑啊？没有。哎呀，你不要。哎，吴哥，那个老道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我们已经跟了他5天5夜了，却进不了他的身。你难道还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吗？切，有什么对不对？像这种烧脑子的事情，就交给你们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人吧。我呢，只负责享受成果。他应该就是静慈，无涉仙人的师姐，武功高强。今天别说是你我2人了，就算是我们苏家9兄弟都来了，也未必动得了他一根手指头。这个老道真的有这么厉害啊？我们在暗中观察一段时间吧。反正到现在，妹妹是安全的。终究还是躲不过。
你还是来了。素女姑姑，很久不见，我想来见见你。你终究选择了这条路。当初您不就是跟他说过，我还是我吗？我以为时间能改变你。人算不如天算，您当初不是算了，我还是如今的我，为什么您不让他杀了我呢？如果他愿意，就没有现在的你，没有现在的你，师兄也就不会萌生作画的念头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一直要保护我了？素女姑姑，您当我还是当年的小红颜呢？您说什么我信什么。你说他保护我，是他先不要我，不管我，是他不相信我，他不相信我。小妍，你毁的不只是你自己，还有我的师兄。闭嘴！多年不见，你还是那么伪善。静心打坐。这要好多蚊子啊！你挥来挥去的，出了一身汗，蚊子自然越来越多。那我也不能打死它们吧？慧根不错。道长，我们什么时候走啊？再这么做下去，天都快黑了。唉，今日化缘的银两不够住店，只好以天为盖，以地为铺了。啊！道长，这是1万两，给你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哎呦，这么多的银两，贫道还是第一次看见呢。有钱人就是不一样。道长，这些钱可是哥哥们给我的零花钱，我攒的，你一定得省点花。我以后不能要哥哥们给我的零花钱了。走了走喽，住店去喽。啊！哎，道长，你等等我呀！走吧。哦。哎，妹妹呢？在前面呢，赶快走。哎呀，青天，青天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为什么太乙山的山那么绿，水那么甜，人那么好？那你是没被萧二气到过，才会说什么人那么好。唉，要是我能有一个你这么好的姐姐就好了。你有姐姐呀？我姐姐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妹妹。要是她真的忘记了呢？不知道。这些年我爹一直闭关，我都不敢下山，就是怕他下山去找姐姐的时候不带我。一等就等了这么多年，
我都有点等不下去了。可是素女姑姑说，等萧儿的月亮花结果之后，让我去一趟扬州。她说我的姐妹缘分会在那里重新续上。也不知道月亮花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呢，等得我好心焦呀。又是扬州，看来我也要去一趟。萧儿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次你可不能再动手了。青天，她是我姐妹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净慈道长千里传音给我，说他和冉冉已经快到扬州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小师妹到扬州了。青天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你一定要认识小师妹，你们一定会喜欢彼此的。日雪，你一定是去找她了吧？太好了，从此以后，江湖上又多了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女侠团伙。该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我得好好想想。哎，萧儿，我跟青天最快明天动身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？月亮花子将结，我再等几天，随后找你们会合。好吧，月亮花子比你重要。唉，不知道我姐姐会长什么样子。我娘说，我长得像我爹，你看有酒窝。我姐姐长得像我娘，我娘生的可美了，所以我姐姐也一定很美吧。走，今天我们去收拾收拾，我要去见姐姐和小师妹喽。怎么突然下起雨来了？我们出发吧。啊！走，准备走了，快点，快！今天天气真是太好了。青天，青天，有你在真好。要是小师妹呀，绝对是在一旁吃着好吃的，看着我一个人忙活，绝对不帮忙。你想让她帮忙，告诉她就好了。等你见着小师妹就知道了，她呀就是一只猪，整天迷迷糊糊的，让她帮忙，绝对是越帮越忙。走吧。姐姐，我来找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等我。日雪，你也要等我。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我去问个路。啊，太好了，道长，你赶紧去问，最好问个小路什么的。路要好好走。可是道长，你迷路迷得跟我一样，我都受不了了。所以要问路啊。真就这么走啦？道长，你真的好放心我呀。道长，对不起啊，你一定会找到好徒弟的。妹妹，七哥、五哥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你们一直跟着我的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快跑吧！啊，跑！走，走。哎，这个萧儿也不告诉我们一下具体的地址，就说在这附近。这附近究竟是哪儿啊？不要着急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就算找不到你小师妹，我们也可以多逛逛呀。
胭脂水粉，我们去看看吧。走吧。哎，二位姑娘，来看胭脂呀！这些胭脂啊都便宜卖了，这都是上好的胭脂。多少钱？价钱咱先不谈，二位姑娘长得如此漂亮，你们先挑着，价钱我们稍后一起算。青天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好看。嘿，这个颜色小师妹一定会喜欢。试试这个。二位原主，请不要紧张，贫道没有恶意。这位道长，你是要化缘吗？你是不是在找人？是啊。找你的小师妹。对啊，对啊。他的小师妹叫什么？苏冉冉。原主，切记，不能用情过深呢。你连我小师妹的名字都知道。跟贫道走吧。不过，这位道长怎么称呼你啊？贫道静慈。你就是静慈姑姑。我经常听素女姑姑提起你。静慈姑姑，我可崇拜你了，你收我为徒吧。妹妹，多吃点啊。客官，您的菜放这儿，多吃点。妹妹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爱吃的。来，你看，这个是荷叶鸡，还有这个是琵琶对虾，那个是爆烧海螺，还有这个是刚出锅的扬州小笼包。虽然这些东西比不上家里，但是都是哥哥精心给你找来的，你快吃。好，别噎着了啊。多吃一点啊。对了，刚刚跑得太急，忘了问一句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在你跟静慈出京没有多久。来，妹妹。不过静慈道长好像不愿意我们跟着。对了，妹妹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多谢二位哥哥的救命之恩。要不是你们，我现在估计就跟着静慈道长成为一名六根清净的小道姑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是突然出现的。我想跑吧，武功又太差。我可怜的妹妹，你说你吃了多少苦啊？我每次跑都会被他抓回来，现在连看到他都害怕。掌柜，给我来一桌跟那桌一样的东西。好嘞。再来一壶。不会吧？这儿有碧螺春，有龙井，您让这老道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没问题。小二，上壶龙井。好巧啊！二位打算住在这儿？道长，您哪位？我们不认识，不熟。一路下来，早就是熟人了。不知道长找我们兄弟二人有何指示？我找二位当然是要回我宝贝徒弟了。道长，我怎么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呀？我们根本就没有见到我妹妹啊！哎，道长，道长，哎，道长！今天真是出门遇贵人呐！静慈姑姑是仙人无赦和一仙素女的师姐，想我太乙山萧沐尘那个家伙，受业于仙人无赦。素女姑姑喜欢小师妹，觉得小师妹有学艺的天赋，所以收了她做唯一的弟子。今天遇到静慈姑姑，看来就要看我的了。要是能做她的关门弟子，那可就齐活了。小师妹，大师姐，你可想死我了！大师姐，我也好想你啊。对不起啊，没去参加你的婚礼，因为我知道你这亲根本就结不成，索性就不去看了。师姐，你就别提这件事了。师姐啊，师姐，你怎么
跟静慈道长在一起啊？他简直太难缠了。嘘，俗话说得好，晚上不要说鬼，白天不要说人。苏冉冉原主，贫道都听到了。道长，我是在夸你。啊，师姐，师姐，快看你身后，那个穿白衣服的那个女子，比我高很多的那个，好漂亮啊！看什么呢，臭男人！没见过美女啊？死开！走，青天。小师妹，这是叶青天，我新结交的好姐妹。青天，这个猪就是我们太乙山的小师妹苏冉冉。冉冉，姚斌天天提起你，今天可算是见到了。青天姐姐，你好漂亮啊！唉，现在的女人呐，一个个的都不好好待在家里相夫教子。你们两兄弟才应该待在家里，省得出来挨揍。你，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啊！走吧。走。哎，妹妹，妹妹，青天，青天，快来啊！哇，天哪！哎，妹妹，静慈这身打扮，人家能让她进吗？走吧。走。哎呦，哎呀，您来啦！哎呀，哎，几位用餐吗？您想吃点什么？我们这儿有扬州最好的厨子，给您预备着。吃过了。啊，要不这样，您到房间休息一下，我找个人给您做个全身的按摩，舒服舒服。我们可没钱，你都不问问客人有没有钱就随便推荐消费，也不怕到时候我们付不起。这位姑娘说笑了，之前呢，道长已经在我们柜台放了1万两银票，你们所有人的开销都是从这里边扣除的，我们的房费也是每天1结。啊，道长，这几位是不是也要开房啊？这钱是不是也从那1万里边扣啊？可以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不，这1万两都放这儿了。哎，钱是身外之物，我放在身上也没用啊。可是，哎呦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放在身上干嘛？对对对。哥哥们给的零用钱啊！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执意要带你到扬州来？你不是说要收我当徒弟吗？然也，人世间的机缘巧合，皆有定数。你们几位来到此地，是命中注定的。这期间要经历种种磨难，最终的结果，还要看你们如何选择。我命不久矣，一身的传承，无人可送，所以正在寻找有缘之人。道长，我妹妹自小师从太乙山，我想她应该不是你那位有缘人吧？不如我们就此别过，也好让其他人能跟大师您学习。倘若真的遇到一个合适的人，传承了您的武功，说不定还能造福苍生呢。哼，拍马屁。不行，目前你们还不能走。虽然我知道在你们面前即将有一个巨大的磨难，不过这是诸位必须要经历的磨难。我们所有人，道长，究竟是什么磨难？您可不可以再说的详细些？磨难因人而异，也因心境而变化。帮助你们闯过难关的人，也只有你们自己。
需要心智坚强，勇敢面对，做正确的选择。那个男人婆，真是天下无敌、舍我其谁的讨厌人。又怎么了？还能怎么样？我一想到他今天上午嘲讽我的事情，我就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生气。不行，我非要去找他讨个说法不成？老七，你先坐下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？你因为上午的一句玩笑话，就一直计较到现在啊？她是妹妹的师姐，你计较什么呀？我就是小肚鸡肠、小心眼儿、记仇，怎么着吧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咱们两个可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你怎么老是帮着那个凶女人的枪呢？哎，老实说，你是不是看上她了？不是吧你？来真的？哎，你想多了。天下的女人那么多，我岂能因为区一个杜瑶兵而碎了其他姑娘的心呢？我苏南可从来不做亏本的事儿。得了吧你，别人不了解你，我还不了解你，咱俩可是一个娘生的。哎，算了，我也懒得管你的事，我就是想问你，今天上午净慈道长说的话，你怎么看？他的话太过玄妙，不能辨别是真是假，或者有几分真假。他的确是世外高人，这一路看似是我们在追踪他，实际上却是他把我们引到这里来，而且牵制着我们不能离开。那这怎么办啊？那有危险还不能跑了？你倒是无所谓，那我妹妹怎么办啊？反正我不管，要是妹妹受了一点点伤，我都要找那个净慈拼命。那你去啊，我不拦着你。嗨，你说你，行，我不收拾你，自有杜瑶兵那个男人婆收拾你。逝水红颜已经逃出了岳灵宫。我知道，你虽然囚禁了他，但你的内心还是以慈悲为怀，所以一直留着他的性命。当初我去岳灵宫，成为右护法，就是为了能从逝水红颜手中得到9瓣灵芝，来解他身上的红颜之毒。1年以来，逝水红颜始终闭口不言。我念在师父的旧情，没有杀他，可是没有想到他能逃出来。天意呀！逝水红颜要是死了，月影也会死，我不能冒这个险。如今我们都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一定会来找月影。苦了冉冉了，一个从小被红颜之毒折磨大的孩子，就会成为新一任的逝水红颜，以杀人为乐，以吸取人血为生，为祸世间。不会的，这中间一定有什么问题。刚才净慈道长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。你是说，我会成为新一代的逝水红颜？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这些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现在必须答应我，一定要和大家待在一起，不许出门。什么意思啊？你都知道些什么？
日轩，我还以为你不在这里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怎么会来扬州？我陪着姚冰来找他小师妹。你又怎么可能认识杜瑶冰？也是机缘巧合吧，他救了我的命。那好，你们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来扬州有何目的？目的？你为什么总是把我想得这么不堪入目？我为什么做事就一定要有目的呢？别再拐弯抹角了。你要是了解我，你就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感情。你问我为什么来扬州，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找你。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，但这次，如果你再伤害他的话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日轩，你不需要一再的重申他对你有多重要，你爱他，我知道。磨难因人而异，也因心境而变化。帮助你们闯过难关的人，也只有你们自己。需要心智坚强，勇敢面对，做正确的选择。秦朗。秦朗，秦朗，这里就是一仙谷。的确是个世外桃源。只是，为何这般没有生气？素女师傅不在，你跟在我身后。我在书里看到过这个，看来素女师傅真的跟西域咒术很有渊源。既然我们已经来了，就好好找找。表哥，这是素女师傅吗？他已经死了。表哥，素女师傅，我们来晚了。奇怪，我并没有走多远啊，怎么会走到这种荒郊野外来啊？难道是我看错了？这到底是哪儿啊？我这不认路的毛病，要是被哥哥们知道了，肯定被骂死。姑娘，
你没事吧？姑娘，你受伤了？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种地方来啊？你迷路了？你不会说话？你能站得起来吗？我先扶你起来吧。你记得回家的路吗？我送你一程吧。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听不懂我说话呢。走，我带你回家。他的手好冰啊。这里的夜晚好冷啊。没关系的，不用给我，你披上吧。你真的不怕冷吗？姑娘，你确定是这儿吗？姑娘，姑娘，你在哪儿啊？姑娘，你别吓我！姑娘，怎么才一眨眼的功夫，人全都没了？天已经黑了，妹妹肯定不认识路。我想，我还是出去找找吧。你在这等着。嗯，你自己多加小心啊。好。他不见了。你又要去找他是吗？可惜，他回不来了。你跟我还真的一点都不像呢。姑娘，姑娘，冉冉，你让开！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冉冉，别过来！冉冉，你没事吧？秦朗，是我。真的是你吗？秦朗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刚好像遇见鬼了。鬼？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有我在，你别怕。来，冉冉，你从哪里来？我送你回去。秦朗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说话呀！这也太莫名其妙了。你不会是我出现的幻觉吧？完了完了，我一定是给吓傻了。冉冉，冉冉，你别害怕，我真的是秦朗。
你真的是秦朗？那这也太巧了吧！我送你回去，路上我会跟你说清楚。嗯。逃婚之后，其实我并没有想好要去哪里，我只知道不能再待在京城了。离开京城南下，只是我的随性而为。但是这一路，魔教中人吸血事件，一次次的不断发生。我一路追查，便来到此地。魔教又开始伤人了。魔教杀人事件屡屡发生，弄得周围人心惶惶，官府已经开始控制不了了。今晚我去城郊侦查，便遇到了你。难道我刚刚遇到的红衣女子，并不是女鬼，而是魔教中人？极有可能。现在想来，真是后怕。幸亏让我遇到了你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秦朗，虽然你在大婚的时候离开了，但是你又救了我一命。对不起，我知道这件事是我欠考虑，一时冲动，才连累了你。你不必愧疚。你放心，等此事一了，我一定会回京城，向苏大人还有初阳公主负荆请罪。妹妹，妹妹，七哥，七哥，妹妹，七哥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七哥，对不起啊，我又迷路了。哎，那你怎么回来的？秦朗送我回来的呀。秦朗？嗯？奇怪，人呢？今天怎么都神出鬼没的呀？你刚才说的那个家伙，不会是那个逃婚的王八蛋吧？你怎么遇见他了？哎呀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先前遇到了一个红衣服的女子，后来遇到了秦朗，他把我给送回来的。可是，这一眨眼的功夫，他怎么不见了呢？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好了好了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咱们先回家再说。你看现在这么晚了，而且又有危险，没有遇到他也就算了，要是真遇上了，看你七哥我怎么收拾他。行了，走吧。走吧。净慈道长，我是来看你睡醒了没有。净慈道长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回屋休息吧啊！你不是最喜欢睡觉了吗？走走走，你睡觉去啊！可是我最近也不爱睡觉了。果真如我所料，这3枚金针出自我师妹素女的杰作。不过这些年已有松动的迹象。我问你，你丢失的过去对你意味着什么？我丢失的过去？
京慈，你干什么？我想试着让他回想起你。不用你多管闲事。贫道只是想通过他体内的红颜，通过他跟逝水红颜之间的一丝丝联系，来确定逝水红颜的所在。他可是我的宝贝徒弟，我怎么可能伤害他呢？你若敢伤害他，我也不会因为无赦对你手下留情。莫要生气，来，我先为他固定金针。你就不问我刚才看到了什么？过去的万般，都是我与他的种种，何必多问？我刚才看到了他失去的记忆力，曾经险些化为逝水红颜。没错。我再问你，如果他日后真的转化为逝水红颜，你当如何？如果你现在问我，我只能说不知道。但是，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去阻止。至于以后他去哪儿，我便去哪儿；他入魔，我便陪他一起。罢了罢了，你们年轻人的事，我也无法再来评断。你们相知相惜，不知是缘还是劫。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日雪，你不爱我，我认了。我只是输在没有在他之前认识你。但是日雪，你曾经答应过我3件事，记得吗？我记得。第一件事，为我所用3年。第2件事，助我夺取岳灵宫大权。不错，这2件事情，我都已经做到了。我知道，但是现在，我想让你为我做最后1件事。做完之后，我们就两清了。从此，谁也不欠谁的。何时？第3件事，问我。不可能。
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，不死心的想要试一试。好吧，既如此，我就换一个愿望，请你替我保守我月灵宫代公主身份的这个秘密，不要告诉这里任何一个人。好。日轩，从今天起，你自由了，我们两清了。青天，你是个好姑娘，只是命运太坎坷了。以前你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只要你肯及时的收手，永远离开月灵宫，未尝不是件好事。谢谢，但是我不需要。素女师父，您是冉冉的恩人，这份恩情，我们全家人一辈子谨记。素女师父，您一直在为冉冉寻找解毒的方法，可惜我们来晚了。希望您在天之灵能帮助我们。这么多藏书，一定能找到素女师父留下的蛛丝马迹。我们好好找找，还有时间。表哥，究竟是何人杀了素女师父？如今，无赦、素女净慈一派只剩一人。三位前辈都和冉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也都和逝水红颜有着很深的渊源。或许真的是逝水红颜。表妹，别想了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了却素女师父的心愿。我相信，她至死都挂念着妹妹。娄轩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净慈道长呢？他回房间了。您好好在这里休息，不要乱跑了。我有事要找你。二师兄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月亮花籽，收好。谢谢。不必，保重。
您放心。又是你！逝水红颜，你出来！我出来，可是我一直都在呀。不要再装神弄鬼了！我问你，3年前，是不是你跟日轩杀了我大哥秦涛，还残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？秦涛？秦涛是谁？你说我杀了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记得每个人的名字呢？不过，经你一提醒，我倒觉得以后把我杀的人的名字整理成册，也是一个好主意呢。老七，老七，天下之大，却没有我叶青天的容身之处。我虽然活着，却遭人嫌弃、厌恶，不被需要。所有遇见我的人，最终都没有好下场。像我这样的人，为什么还要活着？为什么还要祈求他的爱？我的好徒儿，师父把摄魂术的最后一招都教给你了，你是不是应该练给师父看看？师父，我的好徒儿，师父还舍不得你死。师父还需要你去帮我办件事。你去把师父的新衣裳给师父找过来。新衣裳？你忘了是谁让师父将你舍弃？又是因为谁？日轩才来的月灵宫啊！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的好徒儿，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哪儿呢？瞧瞧你，多么可怜的样子！你说你明明希望的曙光已经在你手里了，你为什么不珍惜呢？你说，你把他带来，这个世上就再也没有他了。那日轩会爱谁呢？师父这是为你好，你难道不应该高兴吗？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好久不见！二师兄，你来扬州干嘛？哦，一定是找师姐的吧？我刚刚跑得太急了，忘了叫她。你稍等啊，我去找她。小师妹，怎么了，二师兄？我要回去了，你好好保重。可是你还没看见师姐呢。对了，你怎么认识娄轩的？你找他干什么？哎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。自从3年前我从一仙谷回来，你就一直躲着我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冉冉做错了什么，如果是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改。不是你做错了，
是我错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你等等我！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你等等我！二师兄，二师兄。我还有话想跟你说呢。他听不到了。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。我以前跟二师兄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疏远，可是自从一仙谷回来以后，他就不愿意见我。他无缘无故这样，我真的很难过。娘娘腔，娘娘腔，开门！其实，你不用跟着我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心情也不好，也想出来走一走。我知道，你一路跟着我，给我指引，才让我没有迷路。谢谢你。月影，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？为什么在他身边，我会有一种心安的感觉？苏冉冉，你在干什么呢？那个，我先回去了，你在这儿待会儿吧。傻瓜。说呀，你不是说女人就应该在家里看孩子吗？瞧瞧你的样子，不是很厉害吗？还能到别人的房间种迷药，切！哎呀，真不是我说你，你这嘴巴能不能消停会儿？那我五哥文武双全的，那种个迷药怎么了？你闭嘴！你的命谁救的？啊，多谢杜姑娘相救，只是我们在扬州人生地不熟，为何会有人给我们下药呢？那就要问问你自己了，是不是在这边惹了什么风流债？这药是下在老七的房里，我们刚来扬州，这迷药下的实在有些古怪。是啊，哎，该不会是你下的药，然后又假模假样的来救人吧？你，对了，杜姑娘，你为何会出现在我七弟的房内？别杜姑娘杜姑娘的叫了，我听着别扭。叫我姚兵吧。是。哎，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为什么会出现在我房间里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是来找我小师妹的，她一天没在房间里，青天也不见了。我去你房间找你，你也不在，我着急啊，所以只好来这儿看看了。谁知道你们两个都被迷昏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妹妹又不见了。
冉冉，青天姐姐，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在客栈待着无聊，所以出来走走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迷路了？幸好遇到了你，否则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没事，我识路，走吧。太好了。冉冉，你看，哎，那里怎么会有一个小镇啊？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。我们走吧，去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也好。哎，青天姐姐，你等等我。青天姐姐，我是冉冉，你在哪儿啊？青天姐姐，青天姐姐。怎么又是这儿啊？叶青天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这个镇子里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为什么这里给我的感觉这么熟悉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不对，这个地方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，为什么总回到这个地方？逝水红颜，你最好保证苏冉冉没有任何事情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大哥，二弟，让你练功，你怎么又在偷懒啊？近日军中事务繁忙，许久没有与你一起切磋武艺了。来，让大哥看看，看看你有没有懈怠。好，大哥一直以来都是我学习的榜样，我一定要成为将军，为国镇守边疆。来，好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是谁？你把我大哥怎么了？嘘，小声点儿，别吵醒他了。看，不好了，他醒了。那我就没办法了。去吧。
么？我是秦朗啊！师姐，冉冉你。大哥，你究竟把我大哥怎么了？我要杀了你！大哥，你醒醒！我是秦朗。我最喜欢骨肉相残了。哥哥想杀弟弟，怎么？你心疼吗？我怎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做，只不过他啊，非要保护属下，非要保护他们。我想落个清净，但是最后还是他亲手杀了他们。不行啊！哼，你看啊！打得仗的人，杀起人来还真是不一样啊！大哥，收手吧，大哥！大哥，我杀了你！桃儿啊，你怎么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呢？你们是谁？素女师傅。素女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来找冉冉的吗？冉冉，你看看这是哪儿？冉冉，3年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冉冉好得很，冉冉都想死素女师傅了。可是这3年你一直都不让我去看你。师傅是化外之人，
不能插手太多世间之事。哦，冉冉，你虽然命运坎坷，却依旧能保持心性纯净，为师很是欣慰啊。哎呀，素女师傅，你们一个个的都说我命运坎坷，可是我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呀。你想啊，我有爹爹、娘亲、哥哥们、表姐，还有师姐、二师兄、九师兄他们呢。而且我还有素女师傅你对我好呀，所以我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命运坎坷。好孩子，那你还记得为师教过你什么吗？当然记得啊，只是虽然素女师傅把自己毕生所学都倾囊给了冉冉，可是冉冉天生愚笨，到现在只是会一些雕虫小技。冉冉，师傅在你脑中插了3根金针，让你遗忘了太多的事。为了为师，你想一想好吗？冉冉，放下手中之物。哦。这些人是在干嘛呀？他们遇到了鬼打墙。鬼打墙？没错，在昼夜交替、天地阴阳之气相冲的时候，人的五感会完全迷失，便会遇到鬼打墙。那应该怎么破解呢？你觉得该如何破解呢？我知道了。欲先取之，必先喻之。他即封了我的五感，那我就顺了他的意，不见、不听、不思、不闻、不摸，如何？那你来试一试。冉冉，师父不能再保护你了。走之前告诉你一件事。这个极恶世界，并不存在于人世间。每一代逝水红颜，都会在这里完成传承。一切的一切，要么从这里开始，要么在这里结束。师父教你的破解之法，你得记住。等破阵之后，赶紧逃出去，再别碰到他了。他是谁啊？师父已经不在世间了，再也不能教导你了。不可能！素女师傅，素女师傅，师父不能再保护你了，冉冉，不能再保护你了。素女师傅，不要走啊！素女师傅，素女师傅，冉冉，冉冉。逝水红颜，你一起长大的哥哥死了，你是不是很沮丧？逝水红颜，你说你要不要跟他一起走啊？素女师傅，素女师傅，冉冉，我好像听到小冉冉的声音了。你说我要不要去安慰她呀？站住！逝水红颜，你素女师傅，冉冉。日水，你终于来了。你的真身在哪里？你自己找找看啊。
心！秦朗，站住！别过来！秦朗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快帮我解开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怎么又换了个地方啊？不知道。冉冉，你是怎么到这儿的？我不知道。走着走着，我就莫名其妙的走到这儿了。谁想到这里这么古怪？这里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里应该是逝水红颜的根据地。我之前是从客栈过来的，一路跟踪他，没想到就来到这儿了。秦老，我问你，你刚刚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我刚才看到了我死去的大哥，你呢？我看见了我的素女师傅，他告诉我，这里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，而是一个阵法。是传说中的医仙素女吗？嗯。那他可有告诉你解阵之法？倒是有一个可以解阵的办法。但是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吧。我们走。难道是老天爷不想让我们找到解救妹妹的办法吗？我记得冉冉曾经对我说过，素女师傅跟她说，她脑内有3根金针，可以保她5年性命无忧。在这5年内，她则会潜心研究出彻底击败红颜之毒的方法。可是，现在素女师傅忽然死了，肯定是有人想阻止素女为冉冉解毒，才杀了素女。难道是？月影，冉冉，你说的解阵之法是怎么解？我方才顺着一条路走了好多次，那条路笔直无比，可是我每隔1刻钟都会回到原地。后来素女师傅也告诉我，那里被设了阵法，所有进去那里的人都会被阵法所困，要么就是停留在原地，要么就是陷入自己悲痛的回忆当中。还好素女师傅把我从那里拉了出来，否则现在我还在那里徘徊呢。你若要解阵，我替你护阵。那我可就把身家性命交到你的手上啦。定不负所托。日轩哥哥，日轩哥哥，月影好想你啊。你玩够了没有？怎么，好不容易见到你心爱的人，不开心吗？苏冉冉根本就不会叫我日轩哥哥，现出你的真身吧！年轻人，你大可不必这样。我呢，是死不了的。
我该怎么进去？很简单啊，我想让你进去，你就可以进去，请吧。知道吗？凡是进去过的人全都死了，变成了亡魂。这里的每一栋房子，每一寸土地，都是亡魂所化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要进去吗？我里里外外找了个遍，哪儿都没有我妹妹的踪迹，我就奇了怪了，她能去哪儿啊？哎，我找青天也没找着，他们俩会不会在一起啊？问题是，娄轩也不见了。那个娄轩平常见到我妹妹，总是一副很奇怪的样子，该不会是把妹妹骗回家了吧？你脑袋瓜里天天想的都是些什么呀？我这不是怕妹妹吃亏吗？要是妹妹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一定找那个娄轩拼命。你们俩能不能提点有建设性的意见？这来来回回我都找了2天了，现在你们说怎么办吧？唉，当务之急还是得查清楚妹妹最后出现在什么地方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去找净慈那个老道，他不是会算天吗？我让他给我好好算算，妹妹究竟在哪儿？哼！净慈道长，净慈……哎呀，净慈道长，你别睡了，我妹妹丢了。哦，谁丢了？我说我妹妹丢了。你刚才说谁丢了？我说，哎呀，你别睡了，你快醒醒啊！道长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道长，哎呦，哎，五哥，是你吗？五哥，你快来救救我呀！没时间了，我和杨斌去找妹妹了，你们在客栈等我。别呀，别走啊！哎呦，别丢下我一个人啊！哎呦，妹妹，你究竟在哪儿啊？